有一个66岁姓林的旅客，伊对旅行团去到法国旅游，伫咧自由活动时间时阵，煞来拍无记啊。虽然有报警察倒找，毋过目前是人也找无到。咱台湾的主管单位和观光署拢有伫咧协助处理，也因为这个旅客伊捌中风过，影响到伊的表达能力，加上也伫咧网络顶头铺文，希望网友大家来斗相共。失踪时穿蓝色牛仔裤、青浦色外套，姓林旅客参加永盛旅行社赴法国团体旅游。却是当地时间5月20早起自由活动时间，不明原因失去联络。旅行社当时就向当地警察单位通报找人，不过因为超过40点钟无消息，找的人真着急，佮拜托朋友伫社群网站发文找人。刚好自由时间，然后我妈好像要去一家甜点店，就是可能就去看一下，然后顺便买一个蛋糕之类的。然后我妈是跟我说，差不多2、3分钟的时间，发现我爸走失了，找不到人。失踪的所在伫普罗旺斯埃克斯，斗阵去的厝内底人有一个人伫当地等，其他人继续行行程。家属讲，因为当地中国游客较多，旅行社也通报中国驻外单位斗阵找。旅行社讲，自由活动进前已经提醒旅客一拍时间，发现人无看，当时就报警，而且联络台湾驻外单位，就也派导游伫当地协助。整个法国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学习网都有上去了，我们公司呢也派了这个英文网随时 standby。我们的外交部呢有24小时国人的这个紧急的联络的这个专线，出国的时候手机呢最好还是要保持畅通。偏保协会指出，旅行社甲旅客拍无去，将有相关罚则。不过，自由活动时间需要旅客家己有安全意识。有主要接待较侪回旅客旅游业者分析，像即摆个案内底有中风过，影响讲话表达能力，稍有需要特别照顾团员。那加上事前无交代，旅行社可能也无法度来发觉。失智也好，或者是身体不方便的长辈一起参团的话，有怎么样子的状况，有怎么样子的生活习惯，然后都可以告诉他，然后让业者可以事先做一个预防。业者讲，若旅客有失智，也是其他健康风险，旅行社拢有请厝内底人斗阵去，而且事前爱讲平常时做实的时间，方便随时调整行程，用在控制范围内降低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